不能喝啦！你那边自己有茶。那个不能喝啦！你那边自己有茶。那个比较好喝哟。下来，下来。一。2，下来1/2，1/4，1/8。来啦，乖，我要去工作，我要去买东西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呐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来啦，乖，我要去工作，我要去买东西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呐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喂，快点，还没换位置哎，快点，喂。算了，我起电话去。这下长期分标稳定了，说实在尴尬。要不要下车？喂，我停在路边，你这样子直接上来干不掉？喂，快点啦，下去了。喂，对。喂，回去啦，回去啊！明天再来看你好不好？明天再看你啊！我下班了。喂，好的，喂，要不要下车？我要骑摩托车呢。对，快点啊！我明天再看你嘛，快点啊！喂，快点啦！下车啦！我要回家了啦！快点啊！快点，帮我走喽！喂，快点！我走了。我要去买东西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呐！快点！